从圣经来做你的勉励吼。伫这个马太福音第9章36节到39节，我用中文来读吼，翻译来读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嘛有一句话会当调整吼，伊咧传到你的地心甲勉励。我想咱主耶稣这段圣经内面，我感觉我家己做足无够所在，就是讲你看耶稣看到这人真像油无食，伊拢走遍各城各乡。去传福音，我就咧想讲，台北市，莫讲台北市，台东区我都惊回头的，足歹势吼。所以咱真正要有耶稣传福音的精神啊，往嘛，咱两位传道夫人心，来锻炼咱的教会有气力，来好好向前来迈进。我想上帝祝福一定大大要这样做咱，即时来吼，来迄个伊咧传道迄个使用吼。伊要传道，你要领受传道书的这份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给咱无？你确信信仰甲有用，以及圣经甲上帝的话，做你信仰甲职务唯一的吩咐啊无？耶稣基督是教会头，教会的中间独独伊是主。既然关于教会各种事务，就我告伊来处理，你有要安尼行无？你愿意接受台湾基督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、尼西亚圣经，以及台湾基督教会的信仰告白，你有决意要遵守啊无？基督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，检查以后，你所信、所传、所行，若违背了教会法规，你愿意顺从台湾基督教会的宪法甲行政法啊无？咱来请会友来使用，咱的会员请咱起立，请咱用有也是袂来应答吼。恁有确信并告白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是教会头无？有。恁义结受派做变成教会传道师，恁就爱欢喜接纳伊，尊重伊，听伊，体贴伊。常常替伊祈祷，甲伊同工来复兴上帝国，也着降级伊生活需要，互伊搁较有气力来做教会的事工。你有要安尼行无？有。阮会维持教会的事，二比若有过失，应该禀告小会处理，毋通四过宣扬，直到影响教会的名声。你有要安尼遵守啊无？有。请三个按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多谢你，互伊甲传道甲所有遮的会友伫主你面前，咱做伙来使用。主啊，你是欢喜教育款待阮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你甲阮立的约，你绝对要来照安尼来行，来照顾阮。所以今仔日，当阮看到伊甲传道甲所有兄弟姊妹，做伫你的面前来使用，欢喜彼此。当心合意来行去福音的时阵，我为着伊来欢喜。愿上帝的名亲身来祝福，以及该传道以及姊妹传道因的心情、因的家庭，以及所有正会友的身躯顶，互因知影是同一个主、同一个神、同一个神。阮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阮爱好好当心合意来行去主的福音。阮确信。有即款的看见，上帝你的祝福就要满满伫阮的中间。愿上帝你来纪念，今仔日阮伫你面前的使用，将你的恩典丰丰富富来施落，伫建成教会，以及因所做一切事工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台湾基督教会的官兵，来设立林义杰，你做建成教会的传道师。现在你受设立做传道，就要谨慎你家己的行为，甲你的教示，
常常关心这事，因为安尼才会当救你家己以及甲听你的话人。阿免。非常请坐，咱来请咱的长老来二节堂来接纳。